大家好，咁我又係嗰個人啦。咁我今次呢，有兩個好消息。第一個我考完試啦，第二個第一個考完試啦，所以我可以更加多嘅片啦。第二個就係呢，因為我考完試啦，所以我今次呢個影片呢會拍兩個角色介紹。第一個最經典嘅角色5條5。咁等陣下，而家行緊過去。角色介紹，今次係一個人普通打下勾拳，5條5係冇上勾拳嘅。一個人你可以轉動嘅，吸咗佢過嚟嘅時候，二個人唔係一個人嘅再撳，一個人再撳啱，呢個地方太窄啦。二個人再撳啱，唔係二個人再撳啱，三個人普通。三個人嘅再撳拗，四個人普通，四個人再撳拗，咁連招啦，一個人，距離有啲遠。再撳一個人，再撳二個人，再撳拗，二個人，一個人普通，一個人再加二個人再加拗，然之後呢就係再衝過去啦，然之後再用四個人，唔係，我殺咗先。首先用一個人啦，再撳 R， 然之後再用四個人，普通四個人，中三個人，然之後再衝過打，一個人。咁樣就係完全打死啊！咁如果你想普通一個 combo 咧，按落4嘅3嘅，咁就係咁樣啦。咁之後就係講嗰4個嘅人嘅擊殺動畫。一個人嘅擊殺動畫，我覺得幾型嘅。二個人嘅擊殺動畫冇乜嘢。三個人嘅擊殺動畫，四個人嘅擊殺動畫，都冇個2個人嘅，佢係普通嘅。咁特殊嘅人啦，0.2秒讓我展開。你撳一個閃之後咧，再撳 R 就可以展開啦。如果係殺咗兩個人咧，喺0.2秒讓我展開入面咧，殺咗兩個人啦，咁咧就會入咗去嗰個劇情入面噶啦。咁個繩，佢隻眼咧會變成咗藍色嘅，即係我呢個角色嗰個外形太大，普通。佢嘅都仍然係乜嘢嘅，都仍然係嗰隻。一個人咧可以搖嘅，一個人嘅動畫咧就係佢
佢會停留啦。二嘅人，一嘅人冇得配 R 嘅，二嘅人就配 R 嘅。你二嘅人再加 R 嘅人咧，係可以移動嘅。咁你就即刻再移去嗰邊，咁就得㗎啦。二嘅人開啟個200%個虛線詞咯，好似係咪詞啊？我唔知啊。三嘅人，一嘅人同二嘅人，再加三嘅人都可以飛起嚟打嘅。OK， 三嘅人啦。如果人哋喺你好近咧，咁你就應該打唔到㗎啦。所以正確人哋喺你好近嘅開啟三嘅人嘅辦法咧，就係跳躍再加3嘅領域展開無量通處。用處喺呢個領域入面咧，冇人可以喐到嘅。除非好似係乜嘢開咗嗰個咩唔知乜鬼嘢先至可以捉到嘅啫。啊係，同埋咧，我今次咧，我唔記得咗講啦。我今次會拍嘅兩隻角色咧，介紹咧就係5條5啦，同埋呢個今次熟悉係關於賭博嘅。咁佢嘅普通佢行路姿勢啦，得佢一個係咁樣嘅啫，插兜走嘅，插褲兜行路嘅。佢嘅 out 嘅人啦係防禦嘅人嚟嘅，雖然可以防禦啦，但係如果遠程攻擊咧，只可以防禦嘅啫，唔可以攻擊，唔可以反攻嘅。即係近距離嘅打咧，可以防禦到，然之後再反攻嘅，但係遠距離唔可以。OK， 整走咗啲機械人。OK， 普通打，向下打，向上打。衝刺、防禦、陪其他角色都一模一樣。咁一嘅人啦，二嘅人，一嘅人唔可以配 out 嘅人嘅。二嘅人，如果二嘅人咧，你冇打人咧，你可以跳上去。然之後咧，二嘅人亦都有一個好處嘅，你將人打過去，就可以將人哋走嚟走去啦，打過去。做嘢啊！就可以。OK， 三嘅人跳住再加3嘅人。4嘅人，你可以轉方向嘅，普通就係咁樣啦。轉方向就係咁樣嘅。咁一嘅人嘅擊殺動畫，普通，佢冇擊殺
陪普通一樣嘅異技人嘅擊殺動畫，異技人嘅擊殺動畫啦，等陣夾咗一半，2.5 條普通殺嘅三技人，跳起再殺嘅三技人會跳咗，會飛咗起身嘅。等陣啦，妹妹。然之後4個人嘅擊殺動畫一模一樣。咁就係領域展開，個繩會變成咗領域展開嘅。你要用3個嘅人咧，先至可以開啟一個再換一個嘅。OK， out 嘅人咧就係會你撳咗一次 out 嘅人咧，你嘅速度咧就同埋攻擊速度咧都會加快嘅，嘅人打人嘅速度都會加快嘅。一嘅人啦，所以咧佢out 嘅人都係幾好用嘅，加快咯。一嘅人。2嘅人，3嘅人，4嘅人，等陣啊嚇。1嘅人嘅擊殺動畫啦，1嘅人嘅擊殺動畫，2嘅人嘅擊殺動畫，3嘅人嘅擊殺動畫。我係4嘅人嘅擊殺動畫。一模一樣啦。OK， 咁就係咁啦。咁再講多一隻角色咯。咁就係你算啦，唔拍啦。我如果下一集咧，就應該係拍 Rival 噶啦，競爭者，玩下競爭者陪試下。2v2嘅大概都係劇透，透視下下一集會拍啲乜嘢，咁就係咁啦，咁下次再玩啦，拜拜。